喺里斯本逛街，當然最好就係喺佢嘅下城區啦。咁由呢個嘅商業廣場去到羅西烏廣場呢一段距離呢，就最多遊客去嘅地方。而當中最熱鬧嘅一條步行街就係奧古斯塔街。佢盡頭就有一個石造嘅拱門，係為咗紀念1755年大地震而建，19世紀先完成。頂部就有葡萄牙重要人物嘅雕像以及葡萄牙嘅國徽。廣場中央樹立住18世紀約澤一世國王騎馬英姿嘅青銅像紀念碑。佢當年就係住喺呢個廣場上邊嘅皇宮，咁但係因為呢個大地震令到成個皇宮咧已經消失咗，佢亦都因此咧就搬到山上面住，而呢個宮殿咧亦都冇再重建，所以商業廣場咧亦都叫做宮殿廣場。廣場對出就係塔霍河，而喺河邊一直行過去咧，就可以見到有兩個範圍咧，俾人哋框住咗，就係兩位嘅街頭藝術家嘅地盤。再行前些少，就可以見到4月25嘅大橋。而喺商業廣場行10零20分鐘咧，就可以去到另外一邊嘅羅西烏廣場同埋光復廣場。想去里斯本周邊嘅觀光小鎮咧，都要喺呢個廣場嘅火車站出發。廣場上邊就係由無數嘅碎石砌成一幅非常經典嘅葡萄牙波浪圖案，好值得大家去欣賞一下。呢個就係羅西烏火車站啦。徒步幾分鐘就會去到光復廣場。同樣地，廣場嘅地面都係被波浪嘅花紋所覆蓋住。若果要講里斯本最具代表性嘅咖啡館呢，就必定係呢間喺下城區嘅超過100年歷史嘅巴西人咖啡館啦。好多遊客都會慕名而來，感受下呢間早期係里斯本知識分子聚會嘅場所散發出嚟嘅文化氣息。而呢張就係佢哋發放出嚟嘅官方舊照。而據講呢，葡萄牙最偉大嘅詩人之一嘅費爾南多佩索亞呢，亦都係佢哋嘅熟客。無論你幫唔幫襯都好啦，好多遊客都會好似我咁喺佢嘅銅像前邊打返個卡。到咗夜晚，最熱鬧嘅地方都非呢個奧古斯塔街莫屬。條熱鬧嘅步行街，佢有晒所有嘅元素，譬如露天咖啡館名店或者係一啲嘅街頭藝術家。我就特登去咗一間葡式鱈魚餅屋，試下佢哋嘅鱈魚餅。咁鋪頭嘅整餅師傅呢，就見我喺度拍緊片，所以呢就特登放慢嘅動作，等我就拍得清清楚楚。咁期間呢，我又見到好多顧客嚟幫襯，咁所以呢，我都買咗一個試下佢嘅味道。一個咁樣嘅招牌鱈魚餅呢，你估要幾多錢呢？原來都要成5歐羅，即係話成40幾蚊港紙，都唔算平㗎。不過味道就相當之不俗。佢嘅材料呢，就係鱈魚同埋馬鈴薯嘅比例係2:1，咁仲有呢，餅嘅中間呢，仲有啲流心嘅芝士。